有話直說1分鐘。今年首季度本港詐騙案件總騙款金額升近20%，其中長者受騙情況十分嚴峻，逾千名受騙長者共遭騙去5.3億元，按年大增近80%。警方特別指出，今年首季被騙人數與去年相比雖回落7%，但損失金額卻上升0.7%，且長者受害者人數升幅達到17%，人均被騙金額高達101萬元。將長者作為行騙對象已然成為近年騙案的新趨勢。長者雖閱歷豐富，在投資、轉賬交易等方面相對謹慎，但由於儲蓄豐厚，卻不熟悉日新月異的投資模式，以及易因生活寂寞而墮入情感陷阱，往往受騙金額巨大且對騙徒深信不疑，致使報警不及時。警方調查顯示，被騙長者在接到警方提示後，通常近1個月才會承認被騙。騙案形式層出不窮，帶給警方防騙工作較大難度。客觀上，警方近年在防騙方面下足功夫，反詐熱線、海報張貼在全港大街小巷，以及各類視頻解說、案例分析，更是定期會通過電視或網絡進行發佈。不過，長者在接受上述資訊方面存在滯後性在所難免，導致防騙意識淡薄，更容易成為騙徒目標。政府可考慮通過私人物業的物管處、私人銀行或銀行財富管理部門對具備上述特徵的人士進行針對性宣傳。尤其是銀行應成為防騙宣講的前線，政府可考慮制定更加與時俱進的培訓計劃，定期向銀行一線工作人員傳授防騙知識，以及共同研討如何以妥善方式規勸、引導疑似受騙的人士提高警惕，慎重處理各類轉賬或投資。此外，政府還可藉在 AI 技術，對騙徒的話術及行為模式進行分析，更為有效的推理出其目標人群及接觸方式。對於一些於社交媒體上投放的虛假投資廣告，警方應盡快與各社媒平台運營商進行接洽，督促其加強對虛假廣告的監管，盡可能降低長者接觸到此類廣告的概率。在目前的詐騙案件中，一旦錢款轉至騙徒賬號，全數追回的概率很低。騙徒會通過虛擬貨幣或其他洗錢方式，將錢款快速轉至海外賬戶，令執法部門或銀行追溯艱難。也正因如此，防騙的壓力主要落在預防。政府必須以更加有的放矢的方式作出防騙宣傳部署，確保更多高風險人士定期接觸到相關防騙資訊，及時了解到不斷更新的行騙手法，令防騙意識深入人心。